后来，再来地方的小经济，来看面线糊是云林北港真有特色的小食面。北港的面线糊甲其他所在无共款，是用白面线，搁掺切的两仁类丸，搁来配这个萝卜。若是一碗面线糊，搁来点一碗羊饭，这就是上界正港的北港的早顿。这的面线糊店有4、5间，逐工统啊卖几啊百碗，一年创造将近1000万的产值。小烫烫的面线糊烤起来了后，佮加一粒菜鸡弄落搅搅嘞。南瓜肉酱，这是云林北港的吃法。对啊，将它加蛋黄下去，它才会有那种蛋香。除了面线糊加上油饭卤2000，这是北港人正统的早顿。一间伫路边传承70档的单，一工会当卖出200碗。面线糊还有蛋白，还有油饭。油饭哦。哦，所以都点了就对了。嘿啊，然后该夹呢。是不是出北港就很少看到这种东西，面线糊啊这种？对啊。是家咱家这在地食有哦。北港才有诶。一定爱伫搭，一伫搭，保持哦，袂沉淀。因为你若沉淀了，伊就臭干。另外，这间头家专心咧顾伊订来面线，虽然对原本的路边摊袂到有店面，阁有请人，但是面线糊也是坚持家己煮，靠50档累积落来口碑，相关的记录一工会当卖到500碗。我们常来吃之前还在搬家前就吃了，就搬家前在庙后面就很有名。怎么会变成老套？就很好吃又便宜，而且又有蛋，就可以吃很饱。一碗平均20-30块面线糊，价钱虽然无贵，但是北港有4-5间的面线糊的店，靠着这种特色吸引游客，或者是观光客，一档就会当创造出将近1000万的产值。